今检察院的秘书长李俊义洪白讲，用公务车做私人的代志，尽管有议员是白讲，监委苏丽琼嘛坐公务车去看喙齿，讲去使用这件代志伫偷壁，检察院即摆已经下令讲要启动调查，而且嘛规定讲对后礼拜一开始禁止用个人的身份去叫公务车，会一直到这一届任期结束。 检察院秘书长李俊义洪逼出疑似乌白用行政资源，用公务车接送因兜的狗去外口的店做美容。虽然说伊回实地嘛，中心油料保险拢是家己负担的，但是国民党看袂落去，28去北检以涉嫌背信侵占该告发。监察院哭穷，说没有卫生纸，竟然还可以出来大声呛虾，油钱是他出的。那请问这台车是谁的？ 是不是国家监察院的？那也要求检调税政办，检察院114年的业务费预算，互立法院抬减96%，连便所内面的卫生纸供应嘛只好停止。在野党质疑讲，即马检察院的车真济，业务真少，敢讲预算无应该红监督。 如果蓝营要特别无限上纲的在这个所谓公务车使用政治上面的操作，那大可不必，因为确实预算砍到让监察院在日常的运作上面已经产生了状况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但是检察院讲其使用的争议说是哪呢？前秘书长李俊义被揭露利用公务车接送宠物之后，事隔1天，监委苏丽琼也被爆出搭乘公务车处理私事、看牙医。大家都知道，看牙医应该不是公务行为。 监察院也没有这个行使到看牙医的这样的职权。派车单如果写的内容跟实际的行为是不一样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伪造文书。新闻做了进前，苏丽琼本人无回应，但是就惊个还未逼出来的。另外提起公务同仁拢要遵守规定，若被是化为讲全面剔查。公务车资源需要合乎规定申请，非本人使用较不恰当。这种臭不可闻的公器私用。 如果是发生在以前的政府，早就自己羞愧下台了。对公务车混淆的问题，检察院下令讲随启动调查，而且后礼拜一开始是停止全体委职员工以个人的身份来使用公务车，一直到这届任期满为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